知特朗普係搞事家人關稅，要加邊個同中國一樣係啊？呢個係特朗普黑人憎，引起呢樣想加錢或者嗰個就係特別加中國好重關稅，影響中國經濟，想影響全世界經濟個黑人憎係啊！而家暫緩係其實係一人想一套，今日等我特朗普黑人憎，因為特朗普咧想搞亂中國，佢想令中國經濟衰退，黑人憎因為引起火頭，引起中國報復，就係黑人就係中國黑人憎，應該兩個應該和氣喺度貿易戰㗎嘛，兩個和氣喺度交談，知唔知？因為信仰，因為係我係支持和平理性嘅，我哋教會信仰係基督教，係特朗普係加稅，係影響經濟，仲有俄烏就會談都有問題，應該逼到澤連斯基投降先得，之後咁多逼到呢個普京同埋澤連斯基係咪？應該中美應該坐低傾多啲貿易嘅解決貿易分歧，就咁多。